事理說明文咧分兩種，一種咧係講方法嘅，講方法；另外一種咧講影響，對青少年咧造成一定嘅負面影響喎。打粒星落去先嚇。我哋寫說明文完整結構，頭尾兩段總結一定要有。如果你喺說明文入面見到有數字、倍數、百分比，呢啲叫乜嘢說明啊？叫數字說明。我哋日日用咁多 Facebook，用咁多 IG，用咁多抖音，咁係會令到你忽略咗呢一個現實社交啦。佢係一把雙刃劍，意思係啲乜嘢呢？意思呢就係有啲嘢係有好有壞。總括而言，一定係咁樣寫噶啦。你哋寫說明文呢，有一個問題。就係寫完中心句，寫咗說明手法，就直接寫少幾句。我哋咧係要加少少句子去寫出點解你要用呢一個說。嗱，呢個中心句係咪？中心句喺呢度，跟住就說明手法咯喎。佢用咗啲乜嘢啊？頓號、頓號嗰啲舉例啊，佢啲。